注意事項及免責聲明：此影片只作輔助用途，僅供已參與守護腦朋友運動班的內部會員觀看，請勿外傳。基於安全考慮，請選擇合適且安全的場地、座椅及器材，並確保有足夠的活動空間。所有運動都可能導致意外或受傷的風險，長者應先明白及理解此類風險的存在，並決定是否參與。長者選擇跟隨此影片進行運動，亦等同於同意且願意自行承擔相應的風險。在進行運動前，長者應評估自身的身體狀況，量力而為。如有身體不適，請先諮詢醫生或醫療專業人士的意見。今日我要教大家平衡練習，喺屋企揾一個靠牆嘅位置。如果冇適合嘅話，可以揾一張凳，佢嘅高度可以係隻手啱啱扶到嘅。咁第一個動作咧係將兩隻腳並排，將你嘅右腳移去左腳嘅腳尖，腳踭對腳尖嘅。咁我俾個側面大家睇。呢個時候咧，將身體嘅重心移喺中間，兩隻腳嘅中間，千祈唔好向前，或者唔好向太後，咁係會跌倒嘅。兩個重心喺中間之後，一隻手撐住條腰，另一隻手係扶住張凳或者牆壁嘅。咁腰要直，收緊核心，眼睛望前面。有信心之後，企穩之後，將另一隻手都放開，眼睛望前面，企30秒。如果喺個過程度個人移動得太犀利，可以將隻腳踏出去，企直之後扶翻好之後，再放手。如果都係覺得有困難嘅，可以嘗試用兩隻手指掂住牆壁，做一個支撐，或者掂住張凳。盡量唔好將個重心靠咗喺凳度，或者靠咗喺牆壁度。重心盡量保持喺兩隻腳度。30秒之後可以放鬆，換腳，將頭先嗰隻左腳腳踭移去右腳腳尖，腰要直，收緊核心，撐起條腰。有信心之後，企穩咗之後，將隻手放開撐埋喺條腰，站立30秒，自己計時。過程中都係，如果移動得太犀利，可以踏翻隻腳出嚟企穩，重新嚟過，或者將兩隻手指靠喺牆壁，或者張凳度，做一個輔助。鍛鍊耐咗之後，希望大家可以完全放手撐起條腰，站立到1分鐘。今日呢個平衡練習就教完啦。